与新同乐。他在行路中的9尺水袖，让人眼花缭乱。他获奖演出的莲花落，更是让人耳目一新。精彩老来伴里又有一对嘉宾前来报喜。我见了12个，见了12个。观众朋友，亲爱的老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，非常高兴，精彩老朋友节目又和大家如期相伴。是的，在这欢乐的时刻呢，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现场观众队的朋友，他们是上海翠旺工贸有限公司、马来西亚得力白咖啡、得力香华奶茶的朋友，欢迎你们。上海喜福来朝阳食品贸易行喜福来红蛋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内蒙古红毛药业红毛药酒的朋友，欢迎你们。同时也要欢迎上海方大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老娘舅黄酒的朋友，欢迎你们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更多的展示真心做你。圆你追星梦，潇洒演一回，又到了与星同乐的板块时间了。叶老师，今天我们追的是哪一颗星呢？是大家熟悉喜爱的来自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著名越剧演员陈飞。有请陈飞。好，明星已经登场，马上进入第一个环节，粉丝有多铁。好，第一道题目呢就稍微比较简单一点啊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陈飞呢是傅全香老师的得意弟子，但是他在唱傅派之前啊，学的是另外一种旦角流派。我还没说开始呢啊，手放回去。请问他学的是哪个旦角流派？好，开始，还是你是学唱齐派。阿姨，你答对了。谢谢。七派啊，好。陈飞啊，当时刚开始学七派的时候，应该还是在绍兴的艺训班里，对吧？对，那时候很小呀。是那时候刚进艺训班的时候，我大概13、14岁。87年那个时候，傅老师来到我们团里，来到团里以后的话，他因为87年以前我一直是唱七派的，那么傅老师经过我们团里的老师推荐，就是说让我唱几句傅派给傅老师听一下。那么这一唱不要紧，唱了以后，老师说，傅老师他就说，我愿意带这个学生。那么作为傅老师的得意弟子呢，陈飞也很好的传承了傅老师的很多代表作，比如说情探当中的《行路》，更因为他创造性的塑造呢，还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美誉。好，该我出题了。好的，陈飞的《行路》又被称为什么路？开始。呵，又是你快啊！天下第一路。对。这个评价何等之高，是不是？天下第一路。天下第一路啊！说明啊，陈飞你这折戏啊，已经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啊！青出于蓝胜于蓝，真的是不敢当，因为傅老师呢，在塑造情探当中焦桂英啊这个人物的话，真的是可以说是接近完美。那么我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些身段和水袖，老师演的时候大概是3、4尺左右吧。那么长水袖在这里运进去以后，我是把它加长。不能说了，不能说，对，不能漏底了。对，堪称是我们越剧舞台的一绝。对，有题目，刚才差点露出来了啊！就是这个我要出题了。那么在舞台上，这个我们陈飞用的最长的水袖长到多少尺？开始，来，还是张玲的70水袖。不对，这次答错了。来，潘亚红9尺水袖。 9尺，回答正确。
展示一下好不好？他的那个水袖绝活。可以。那么我还有个建议，是不是钱云穿着先舞一下？对，不错，还有不错。谢谢陈飞。那么虽然陈飞在舞台上得到了很多的荣誉，但是呢，大家也都知道他的从艺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那么在03年他冲击中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的时候，又因为练习时候的一次受伤与大奖擦肩而过。但是我想打击最大的恐怕还是99年的那次受伤。好，接下来我这道题目就是99年的时候，一场什么意外使陈飞几乎要告别越剧舞台？开始，谁快？还是张玲娣阿姨。是一场车祸，她怀孕八个月了，蛮危险的那个时候。是一场威胁到生命的车祸啊，受伤非常严重啊，陈飞。是的，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灭顶之灾。因为当时我怀有身孕8个月，那么车祸呢是我脑神经挫伤、颅底骨折、脑气颅、脑积液，很多，几乎回归舞台是不可能的啊。医生已经给我断言，就是说你要重上舞台的话，不可能。对啊。他意思就是说把我判了死刑，你不需要在，你今后的话能够恢复过来已经是很不错了，应该就是上舞台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么现在我能重新站在舞台上的话，医生现在重新再反过来讲的话，他说这也是一个奇迹。是。应该说，回归舞台的过程当中吃了不少苦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因为脑神经挫伤的话，它需要一个恢复过程很漫长。那么轻一点的话，也要3、5个月；稍重一点的话，可能3、4年，那么甚至是10年。因为那个时候我车祸以后，到团里就是继续上班去排戏的时候，曾经排戏过程当中翻了一个墙背。翻了墙背的话，它可能就是声带受损伤的那个部位又震了一下，那么就触动又震动了一下了以后，眼泪鼻涕咳嗽就止不住，就控制不住。演出当中也出现过好几次，他就唱不出来，台上就是咳嗽跟流眼泪流鼻涕，然后下来以后的话，同事们都问我，刚才怎么了？那我也跟他们开玩笑说，我说这就是神经病。我对这个越剧的那种喜爱，可能上天还是眷顾我的，他觉得我离不开这个舞台，还是希望我能够坚强地站在这个舞台上。说得好极了啊！梅花香自苦寒来啊，这句话形容陈飞再合适不过了。经过种种磨砺，2005年啊，陈飞终于如愿登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上。好，我的第5个问题也出来了啊。那么请问，让陈飞获得05年中国戏曲梅花奖的这个专场叫什么名字？开始。阿姨又想了啊。乐坛飞燕。回答正确。哎呀，阿姨，你终于碰到强劲的对手了。这里边应该说是集中表现了我们陈飞的这个舞台的艺术啊，有文有武的。然后除了越剧，还有里边有一个莲花落。3月里，鸟语花香晨光。坐镇东方大肚脐，当开箱子莫错意，心想着婆婆嫂嫂哎，我领你在本天为个屁，四通
关这个七个里，哦哟哟哟哟，迷到我婆进个汤壶里，我领去包谷上了路。哎呀，旁听个丈夫为城里，一我道你初次出门做生意，旁的看那个表我去，今朝你呀跟回来，马上又要上升期。这些年啊，陈飞在越剧舞台上成功的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。你们知道他最喜爱的是哪2个角色？开始，又是一块。这2个人一起啊，那我们给那个他快是吧？年轻的朋友多一点机会，好不好？张阿姨。一个是祝英台，还有一个是《秦探》里面的萧桂英。正确。回答正确。哎呀，你看特别年轻的朋友能够这样，不容易啊。6道题出完了是吧？啊，3比3，我来给你们一个选择题，可以吧？你们猜吧，好不好？我跟陈飞是在哪个城市结识的 ？A. 上海 B. 绍兴 C. 台北。开始。台北。正确。所以呢，最铁粉丝就是我们张玲娣阿姨，恭喜你！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，粉丝有多吃。我叫林清一果，出生在四川大凉山。我们彝族人称为顺活公主，爱生活，爱孩子，希望在舞台上和生活中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做女人就这样。2012上海广播电视台名优新播音员主持人评选建议正式启动。50位播音员主持人同台角逐，谁将获封名优新称号？请您投出关键1票。参与投票者将有机会获得丰厚奖品和颁奖盛典入场券。详情请登录 SMG 官方网站，或关注新浪官方微博我爱主播。来苏宁玩电器选百货，苏宁线上线下全国联保，安心购。冠生园妈妈咪呀复赛即将开战。是什么让评委金星冲上舞台为选手伴舞？又是什么让吉雪萍潸然泪下？就在新娱乐妈妈咪呀，你的等待来了。上海市政府征兵办关于女兵征集网上报名公告，女兵征集年龄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年满17至19岁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放宽到年满20岁，应届毕业生放宽到年满22岁，身高为1.60米以上。凡符合征集条件的女青年，必须在11月5日18时前登录全国统一的应征女青年网上报名系统，实名注册和报名登记。年轻人一定是国家的财富。有一批有梦想的年轻人在坚持，希望永远在未来理解他、扶持他、支持他。能给他们的未来创造更多的空间和机会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。上海银行首席合作。我记得有他是2年前头的辰光，搿辰光是小百货搞阿拉一道签名活动，来了上海锦江饭店。结果我想，哎呦，陈飞老师要来了，我从来没看到陈飞老师搿能个整个人，哎呦，老激动的。特为买了新的衣裳，做好头发，想告陈飞老师到合影。结果后头陈飞老师小人生毛病，囡恩生毛病没来，哎呦，我老遗憾。那么搿趟听到精彩老朋友讲要喊阿拉来做个节目，哎呦，搿几天我是老激动，我想可以告陈飞老师一定要拍张照片。陈飞老师好。在一好，我痴迷陈飞老师甜美的嗓音啊，因为一唱腔优美动听，也痴迷陈飞老师啊武功非常了得。看了陈飞老师的女调以后啊，觉着陈飞老师的纠察事由从瓦中飞跃而出，太妙了。陈飞老师，你是我们戏迷的飞姐，谢谢的。去年吧，我绣了一幅十字绣。那我平时的性格呢是比较男性化，是比较大大咧咧，像男孩子性格。
我把这一幅十字绣大概用了6、7个月吧绣起来。他们看到以后都，哎，这是你绣的吗？他说都不相信。陈飞老师把我的性格就是都已经改变了。那个情况，首场演出啊，那一天首场演出很高温的，39度，我们一直赶到杭州去看了。看好以后回来都生病了，我说生肺炎了，因为太吃力了啦，一冷一热。李天飞，你得评出一位最吃戏、最让你感动的粉丝。这个我有点难评了。是难评。我们给后边观众机会，好吧？最吃粉丝潘亚红，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学的有多像。的话，虽然把那个口腔还是也要打开的，然后声音的话就是往上提一点的话，听上去的话它会比较通。深夜点线来闻香，一见分来。伴奏带啊这些的话，因为它是散板，非常难唱。节奏的话，现场乐队伴奏的话，可能就节奏更好跟一些。听说是边境上，我心却是啊悲，在乡家是啊高，看你的王魁，他人啊就为路障。身上作对，杀戮教子女，孤孤单单，凄凄切切，千里万里。唱得非常棒，因为他年龄的话都已经60多了，高音上去也是非常的轻松。你那高音地方也来一下行吗？杀得我教子女，孤孤单单，凄凄切切，千里魂。
刚才这段您呢气息控制应该讲还是不错，就是说有一个对比，把低音的部分往下沉一下，然后高音你上去的话，做一个充分的准备。我因我是有是低，后面那个嘛低上去，低嘛。好听了，咱们要评出一位最佳粉丝。我觉得张阿姨唱的最好。好，最佳粉丝张灵娣。好，在欢笑声中，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，同台有多乐。